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敢是对华在扰乱台湾的另外一种的方式，连接到台湾甲马祖的通讯的台马的海南线，最近2条拢断去。马祖地区有袂少的乡亲，网络甲电话拢受到影响。马祖国民党籍的立委陈雪生来痛骂，讲代志发生到呾2礼拜了，拢也未修理好势，根本是甲马祖人当作是二等公民。民进党的立委讲，海南线是中国的渔船甲中国的货船创害去的，怀疑讲这根本就是对华调故意来创空。他们已经在叫马祖是不是已经沦为2等的公民？提出台马海底电缆断去的报道，马祖立委陈雪生真生气，因为代志发生到即马2礼拜啊，在地人有真侪人用网络游玩未顺，小孩子网络打不到，哇哇叫，老人家看不到啊，还有一些观光的民宿业者订机位、床位全部瘫痪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因为台湾的本岛甲马祖的通讯主要是透过台马的海底电缆。2月7日头一条，敢若互中国的渔船用歹去；2月7日第2条可能是货轮通过时造成的损害。中华电信的说辞，说要等4月份，那么这个海缆修复船才能够到达马祖的海域。也长期去做倒抽海沙，改变这个海象，改变我们这个海底的地下水文的，那也会造成海缆的断裂。民进党立委怀疑讲，中国是利用民间的船只调工错断咱台马海底电缆，同时嘛讲对方时常放气球到台湾的天顶，也不过讲这是商业行为。勾断1次啊，可能是不小心，但是连续勾断2次，那大概就是有国安上面的疑虑。马祖居民权益伤害的始作源头，其实还是来自中国。国民党的夏立言副主席现在还在中国啊。马祖人用网络未顺真生气，特别是即马两岸关系较紧张，电缆等等的基础设施，确实有可能变成对华攻击的目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